看去年台湾伫12强的棒球锦标赛摕到世界冠军哦，总统赖清德希望讲，甲500块的钱改做12强的版本，也毋过央行评估认为讲影响是真大，所以决定讲要先做50块的纪念银币，今仔开始哦，就开放预购。庆祝纪念摕到冠军的这一刻，央行正式发行世界12强冠军纪念银币。正面设计是球员亚冠奖杯欢呼胜利，背面是以棒球运动为主题，展现场上投球打击拼搏的精神。阁有摕到冠军的日期，纪念银币限量36000个，委托台湾银行发售，即日起会当伫网络临柜有用。这个授权都有一定的这个流程，所以这时间上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呐，所以就是说这个时间没有办法避免。纪念币因为画质写几收款，另外受到自备厂的闪灵，要等到11月才会当提回。因为顶日总统赖清德捌表态，有意将咱国500块的票仔改做12强版本。央行回应，支票改版影响人民真大，经过审慎评估，决定先发行纪念银币，会继续参考各方意见。ATM 然后自动贩卖机这个钞票影响的层面太广了啦，所以我们再多一些时间嘛，我们还会时时刻刻我们都会审慎评估的。另外，纪念币这摆只发售36000个，有卖社业者分析，应该会引起一波的抢买潮，也毋过有股大争夺的空间未伤大。棒球表现得很好，所以大家会很喜欢想买一份来做纪念。可是增值空间是还好，因为现在国际经营价涨得蛮高的。棒球运动登上纪念币并不是头一个，央行捌伫民国90年纪念世界杯棒球锦标赛由台湾举办，也发行过面额50块的纪念银币。迄当时正面是以棒球为底图设计，背面是玉山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